我又接到一個新任務啦。今次嘅委託係來自豆沙國國家管弦樂團嘅海底爺爺。佢18歲就開始喺呢個樂團工作，無論樂團嘅大小事務，海底爺爺都處理得非常恰當。唔經唔覺，一做就做咗70年，超過半個世紀。今日原本應該係佢光榮退休、完美收山嘅一日，點知發生咗一件意想不到嘅事，有機會為佢嘅職業生涯帶嚟遺憾，所以就嚟揾我幫忙啦。而我就係問題多多事務所嘅三文治拉斯，福爾摩斯係我偶像，我嘅工作就係嚟幫你解決問題。你懷疑有人偷偷地入嚟偷嘢？你最後一次入嚟演奏廳係幾時啊？尋晚樂團排練到好夜，因為今晚嘅演出豆沙國國王都會嚟欣賞，所以快快指揮非常嚴謹。雖然樂師練到好攰，但係都會坐定定喺度繼續練習。我記得佢哋練到差唔多10點，係啊，個大鐘仲響咗10下。跟住我就聽到快快指揮話要大家好好咁休息之後就離開。我等所有樂師走晒，排翻好啲凳，執翻好啲樂譜，整整齊齊之後先至離開。哎呀，點知今朝翻到嚟諗住準備樂譜嘅時候，就發現快快指揮份樂譜唔見咗啦。唉，我做咗70年都未試過唔見嘢，仲要係咁重要嘅指揮總譜。哎呀，估唔到最後一日會發生啲咁嘅事，我唔希望會係我工作嘅污點啊！哎呀，點算好啊？唔使驚，有我三文治拉斯喺度，我一定會幫你嘅。不過首先我要知道多啲有關樂團嘅知識。海底爺爺啊，呢度咁多樂器，你記得晒佢哋坐邊噶啦？當然記得啦，最前面中間係指揮旗嘅位置。最近佢嗰排就係弦樂家族，最左手邊呢就第一小提琴，隔籬嘅就係第二小提琴，跟住嘅就係中提琴、大提琴，最後呢就係低音大提琴，順住咁樣排落去噶。誒，呢位係呢位係雜果沙律，新嚟嘅見習同事啊。哦，雜果沙律小姐你好啊。你好啊，海底爺爺，你繼續講埋落去啊。好，第2排係木管家族坐嘅。長笛、雙簧管、單簧管嗰啲啦。第3排呢就係銅管家族，法國號、小號、長號、大號等等。嗱，坐最遠嘅就係敲擊樂家族，因為啊佢哋聲音雄壯，所以坐遠啲。不過講明先啊，呢個呢係最常見嘅坐法，有時指揮會因應唔同嘅音樂而調整擺位噶。我想問呢，第一同第二小提琴有咩分別噶？係咪考試嘅名次？仲有佢哋係咪一定要用右手去揸弓噶？第一小提琴通常呢就負責主旋律，坐喺指揮最左邊；第二小提琴就負責演奏和聲，有時佢都會演奏主旋律噶。佢呢就坐喺第一小提琴嘅旁邊，首席會為每首曲編好弓法，咁大家就一齊拉向同一個方向。如果唔係嘅話，就會打交噶啦。海底爺爺啊，點解啲樂譜全部都唔一樣嘅？佢哋唔係演奏緊同一首音樂咩？其實淨係指揮嗰份譜先有齊晒全部樂器嘅樂譜，其他樂手攞到嗰份譜呢，只會有佢自己演奏嘅部分。如果唔使演奏，譜上面就會寫住個休止符，直到再有佢哋演奏嘅部分先至再加入。所以佢哋要好留心，數好每一個小節，數清楚先唔會錯噶。哇，你好叻啊！你咩都識，大家一定好尊敬你啫。唉，今日係我最後一日嘅工作，佢哋好似忘記咗咁。唉，我喺樂團微不足道，點會有人記得啊？唉，
而家我仲唔見咗份總譜添。唔會嘅，海底爺爺，你喺呢度工作咗70年，有咩風浪未見過啊？就算今次有難題，我哋一定會幫你查清楚，揾翻份譜。雜果沙律，出發！咦？呢支筆好似係指揮平時用嘅款式喎，啱啱仲好似有人用過添。哇！呢度咁多鉛筆喺度嘅，點解呢度會有咁多鉛筆喺度嘅？因為喺樂團度，鉛筆好重要噶。樂手唔會用原子筆寫譜，怕整污糟又或者改唔到。佢哋用鉛筆喺譜上邊做記號，好似指揮提醒佢嘅節奏啊、力度啊。如果要修改，都容易啲啦。呢度仲有啲鞋印，但係又好似唔係平時普通樂師嘅鞋喎，點解會有咁大隻腳印喺度嘅？咦，好似係指揮嘅鞋印喎。呢個線索好緊要，寫低佢。點解呢張相嘅中提琴同大提琴嘅位置係調轉咗噶？冇錯，因為有啲指揮會根據樂曲嘅需要去調整樂器嘅擺位，最緊要係達到最佳演奏嘅效果。所以低音大提琴有時會放喺最後邊。哦，即係話樂團都唔係咁死板嘅，係會變陣嘅。咦，咁指揮呢？佢會唔會企去其他地方噶？好問題喎，因為指揮呢係要睇晒成個樂團，所以企喺中間嘅位置就最啱噶啦，咁先至可以照顧到每一個樂器嘅聲部，又可以同大家保持眼神交流。咁快快指揮呢？其實份譜係咪喺佢度啊？咁人齊嘅，你哋傾緊啲乜嘢啊？快快指揮，你拎住嗰份係咪總譜嚟噶？冇錯，份譜喺我度。琴晚排練完，我見大家都好攰，但我想今晚嘅演出完美無瑕，所以我帶咗份譜翻屋企，通宵研究。呢一首音樂，我哋樂團演過好多次，我仲記得係我加入樂團之後準備嘅第一首樂曲，所以我哋特登演奏多一次。你係特登為我？其實呢首曲係國王特登揀嚟慶祝你光榮退休。原來係咁。唉，案件圓滿解決，原來根本就唔係失竊，而係愛與敬意。幕後嘅人其實好緊要噶，就好似海底爺爺咁，佢默默嘅付出，先至令到音樂會可以完美演出。終於嚟到音樂會嘅時刻，大家都準備好用心演奏，向海底爺爺致敬。我想問下呢，點解會用雙簧管去調音嘅？因為雙簧管嘅音色穩定又清晰，A 音被定為標準調音頻率，方便大家嘅樂器可以準確合奏。雜果沙律啊，不如一齊靜心欣賞呢個音樂會啦！今晚真係無憾啊，好多謝大家。